大家好，我係38地產嘅租，今日帶大家嚟深水埗曉盈一個一房295尺嘅單位。曉盈位於福榮街188號，喺2015年入伙。樓底高大概10尺，個廳連埋個 open kitchen 大概係8尺乘23尺，大概係5尺，做到上頂嘅櫃，活動式餐台，咁呢個櫃呢，大概係5尺半嘅。如果大家喜歡我嘅頻道，please subscribe、like and share。